联合国消除种族歧视委员会称，新疆有数百万的维吾尔人被中共政府非法抓捕入狱或关押拘留。委员会称对部分报道感到震惊，大量维吾尔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是在没有任何指控或判刑的情况下长期被拘留，借口是打击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根据最新消息，在安可拉大学就读博士的阿尔肯 MIT 的姐姐诺尔拉等16名直系亲属以及孩子被中共政府无辜抓捕关押，原因是阿尔肯 MIT 在外留学。大纪元8月29日报道，从内地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因公出差的李先生，在亲眼看到、听到中共政府在对维吾尔人及其他少数民族实施的严重欺压破坏后，对大纪元记者表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就是现代化社会的露天监狱，被关进各种学习班的人员几乎都是维吾尔人，被关押人员每天需要做操，强制学习爱国主义等理论知识，唱红歌，不定期的进行考试，被关押人员每天需要交100元人民币的伙食费，1个月就是3000元人民币，一天3顿饭，每顿就是一个凉馒头和一点素菜汤。李先生还强调，新疆当地公安部门维稳的军警是从甘肃、陕西招来的学生，甘肃最多，几乎都是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包括大专生、高中毕业生，都穿着警察服装，看上去是警察，估计也是临时工、合同工，对外就充当警察局的正规警察。美国之音华盛顿8月30日报道，美国参众两院10多名议员日前联名写信至美国国务院和财政部，要求对在中国新疆地区严重违反人权的共产党高级官员迅速实施制裁，要求国务院和财政部依据人权法立即对包括新疆党委书记和其他高级官员以及帮助当局在新疆建立数字化监控系统的企业采取经济制裁和旅行限制。美国众议院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的高级顾问瑞瓦会见了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名誉主席热比亚·卡德尔，重点讨论了中共政府在东突厥斯坦的反人类罪行。德国之声中文网8月29日报道，中国外交部原本开放媒体报道中国外长王毅与日本外务事务次官丘叶刚男在会谈前致辞的画面，却突然拒绝日本财经新闻的记者入内。财经新闻是日本一家保守派日报，经常发表批评中国的文章。为了抗议其他现场报道的日本媒体决定全体抵制参加该活动。